果食超過40年煙嘅人咧，一般咧係唔可以立亂戒，除非你有一個好嘅身體。嗱，你而家身體算好，所以咧你咧同佢可以抵消到。戒完之後會死咗，即係一定死，因為佢身體差，因為煙係幫佢救住佢，頂住佢條命，所以咧佢一般嚟，你算係萬中無一噶啦。我同我老公一齊戒，一戒就即刻一刀切，一刀切咗佢。係啊，嗱，咁證明咧你哋係有呢個條件戒，其實好嘅，但係你最好咧就係有中藥嘅配合。譬如你瞓得唔好，我同你調下；譬如你周身痛，我同你加強；或者你而家咧出毒瘡，我要同你解毒。因為咧你而家係冇，以前咧就叫做以毒攻毒，因為咧你嗰陣時咧有煙嘅毒性喺度咧，係已經壓住身體所有嘅唔好。你有兩個方式，一個咧就係食煙，第二個咧就係解毒。解毒，你任你揀一樣。我解毒。咁當然啦，食煙咧唔喺你嘅身上咧未必唔好，未必唔好㗎。你一日食3支，早午晚。咁呢啲3支咧，其實都可以延長你嘅性命嘅，因為你嘅身體已經適應咗。其實啲人就話唔好話一刀切嘅，其實係唔得㗎。係啊。